日本著名嘅作家東野圭吾東野圭吾喺2026年嘅7月23號凌晨因為結腸癌而去世，享年係68歲嘅。佢喺8月5號咧就係推出《永遠的記憶》嘅呢一本書，合共咧係106本。嗱，呢一本書咧就裡面嘅內容就係講到話有一個人係被刺殺而犯罪嘅人呢係一個70歲嘅老人家。企圖自毀但係失敗，後來有個少女浮現出嚟就調查線索，呢個就係呢一本書嘅內容啦。永遠的記憶咁講到係東野圭吾其實佢非常之年輕嘅時候佢就喺大阪嗰邊係成長嘅。咁喺81年佢加入咗一個嘅公司啦，係做工程師啦。咁公餘之時佢就係寫推理小說嘅。喺83年嘅時候佢就將佢寫嘅《人偶之家》交俾一個嘅比賽啦，就係29屆嘅江戶亂步獎啦。係入到第2輪嘅評審嘅。咁到同一個時期佢就結咗婚啦。咁而太太就係一個教師嚟嘅。咁佢就突然間諗起啦，佢寫一個小說放學後裏面佢就設定咗其中有一個女高中教師嘅想法，因為佢太太就係一個嘅教師啦。咁並且亦都係一個係女千家茶道嘅一位朋友啦。咁裏面其實女千家茶道係有一個叫做雪月花之色啦，寫之嘅之行啦，諾斯基咁呢個其實佢亦都將佢係放咗入去佢嘅呢個作品裡面嘅。咁終於係去到85年佢真係以放學後係得到呢一個第31屆嘅亂步獎啦。咁亦都係正式開始佢小說家嘅生涯啦。咁到跟住嗰年佢就辭咗工，就去咗東京全職寫作嘅。咁但係佢做咗寫作嘅作家之後佢嘅作品並唔係話即刻成功嘅。咁有啲亦都係好似好難發揮咁啦。咁一路係要等咗好幾年啊，去到1998年佢出版咗《秘密》。咁呢本書成為咗事業嘅大突破啦。咁亦都係被改編成為電影同埋電視劇，亦都得到第52屆嘅推理作家協會獎嘅。咁後來佢嘅聲名大噪啦，去到2006年嘅時間佢亦都憑住《嫌疑人 X》嘅獻身係得到第134屆嘅直木獎同埋第6屆嘅本格推理獎啦，都係一啲小說獎嚟嘅，成為咗人氣嘅作家，亦都成為咗係排行前列嘅最高作家排行榜嘅。咁佢嘅散文或許是我最後的問候裏面提到婚姻離婚，因為其實佢喺97年佢係亦都有一個身份係單身嘅，恢復咗單身。咁佢有講到話對於即係婚姻呢一個睇法，佢話如果話我身上有咩變化，我諗嗰個就係我變得更加放鬆啦。作為丈夫，我覺得有必要努力理解妻子嘅感受，但係好難嘅，唔係咩？離婚之後，我感覺自己更加能夠睇清楚佢嘅感受，我能夠退後一步，從旁觀者嘅角度睇呢一啲唔同嘅問題。咁去到09年嘅時候，佢就成為咗理事會呢個日本推理作家協會嘅新任會長啦。咁不過喺19年嘅時候，佢辭去咗呢個職務係專心寫作嘅。2023年嘅第100部小說《與魔女共度的7日》係得到一個非常之好嘅銷量，佢嘅累積銷量已經去到突破1億本咁多啦。咁去到咁曾經有啲人喺網度做咗一啲唔同嘅研究就話究竟你中意東野圭吾佢嘅作品係乜嘢呢？咁得到好多回響啦。喺500個留言裏面係一併都係話《白夜行》就排第1嘅就最受歡迎嘅作品。咁而講到佢本身佢自己有一啲感受嘅。佢話其實我得獎之前嗰7年我係好開心嘅。咁同埋佢話佢自己係唔會寫嗰啲會令讀者中途感到厭倦嘅作品。咁即係話其實佢每一次都要挑戰自己啦。喺2012年佢係以雜貨店的奇蹟係榮獲第7屆嘅中央公論文學獎啦。咁另外亦都係幻花係得到26屆嘅柴田連三郎獎。哇，都係好多獎啊！真係咁其實講到話佢嘅作品有咁多啦，有唔同嘅人都係因為演出過佢改編嘅作品，可能係電視劇啦，又或者係電影係大紅特紅嘅。阿部寬就係曾經係飾演過桂吾嘅作品新人嘅裏面嘅角色。咁佢就話其實呢個係我演藝生涯裏面一個重要嘅轉捩點嘅，我係非常感謝東野圭吾先生。佢話我係好多謝同埋好感激同佢嘅合作。
咁另外咧就係曾經同山田孝之一齊演出電視劇《白夜行》嘅呢一個綾瀨遙咧，亦都講到話，其實呢個角色係佢生涯裏面一個無可代替嘅富貴財富嚟嘅。咁到而家咧都好多人中意呢個作品同埋中意呢個角色。佢話佢覺得阿桂吳先生係俾到佢一個心靈嘅巨大力量，好多謝你創作如此咁令人哀悼嘅故事。另外咧就係曾經演過佢嘅小說《假面舞會》系列嘅，咁啊飾演呢就係演員嚇，亦都係刑警㗎，咁就係木村拓哉啦。咁佢亦都講到話多謝你信任我，等我演出呢一個豪傑嘅角色，我以最深切的慰問。咁而另外咧就伽利略呢一個系列嘅電影啦，裏面亦都係除咗得到好多獎之外咧，咁裏面飾演呢一個嘅男主角嘅就係福山雅治啦。咁佢喺裏面呢係飾演天才嘅物理學家啦，同埋黑道大師啦。咁佢亦都喺呢一個追悼文裏面所講到話，作為東野圭吾先生作品嘅人物，我同佢係傾住喺作品裏面嘅生命係幾咁接近呢？我感覺佢嘅生命係依然存在嘅。佢係得到咧呢個消息，知道佢離世係好悲痛。佢話我而家仲係仍然無法同佢道別嘅。咁佢話咧，作為咧東野先生佢創造嘅人物咧，並且希望佢吸引嘅故事，正係因為如此咧，佢話正係因為如此，我至今仍然係無法同佢告別嘅。相信咧，日後可能喺唔同嘅電子媒體或者係電影、電視劇裏面都有機會重溫翻呢東野圭吾先生佢嘅作品。不過非常之可惜，呢一位傑出嘅才子呢，喺非常年輕嘅68歲就離開咗啦。我哋唯有只係可以喺佢106個作品裏面慢慢去追憶佢以前嘅想法，佢以前嘅創作，亦都希望可以鼓勵到更多人寫作。東圭吾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多謝晒東野圭吾先生帶俾我哋106個作品，永遠都會喺你嘅作品裏面懷念你。唔同嘅書店呢，亦都係將圭吾先生嘅所有作品擺出嚟啦。106本嘅著作喺8月5號呢就會推出佢最後一本嘅，而呢一張相呢，就係佢近期啲嘅相啦。希望我哋都可以永遠喺佢嘅作品裏面呢欣賞佢唔同嘅寫作嘅風格啦，學習到佢嘅思維嘅。So this is the content to remember the fabulous Japanese mystery writer Mr. Higashino Keiko, who passed away on the 23rd of July 2026. Higashino Keiko さん、7月23日亡くなった。先生は106の作品出版します。いつでも思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東野圭吾さん。